啦，比賽開始啦！我宣布，中國功夫日本真空手道爭霸賽現在開始。首先出場嘅係70公斤級中鋒楊志強對日方嘅名城裕之啊！雙方開始都比較小心。楊志強有啲出血啊！教練呢都好似唔住氣啦。呢個楊志強仲要喺散打嘅拿手好戲喺頭出啦。呢個回合名城裕之被摔倒13次啊！楊志強利用出發輕鬆先得頭籌啊，但係佢對自己嘅表現唔滿意喎。本來我上場的目的是 KO 對方，但是呢，佢無論是弄壓力、發力、動作的規範性都出不來。冇事，下面睇保力高嘅75公斤級中方保力高對日方嘅東海林亮介啊！應該說是他們水平也比較相差的挺大的。第三場超級散打王劉海龍出場啦！呢個時候你會真真正正體會到龜頭兩個字嘅真正含義啊！80公斤級中方劉海龍對日方嘅許菊賢啊！覺得雙方嘅實力實在係相差太懸殊啦，結果終止咗比賽。我在第二局把對方 KO 是用拳法，我本身是想用腿法把他 KO， 他不是說他腿法比較健長嘛，但是呢，比賽往往是這樣的，是你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，機會一旦來臨，我就想把握住它。跟住落嚟幾場比賽，中方都輕易獲勝啊！全場比賽中國隊36次放倒對手，3次 KO 對方，20個回合裏邊啊，日本隊1個回合都冇贏過。呢個結果連現場嘅觀眾足足排咗2個幾鐘頭啊！不錯，很棒。非常精彩啊，覺得是哇，實在沒白來。我哋中國功夫 number one， 我喺澳門過嚟睇嘅。太精彩了，打出我們中國人的志氣來了。